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已經迫在眉睫，全世界冇一個人能夠迴避嘅課題。大家最近無論睇新聞、去入油、去超級市場買餸，甚或乎喺公司開會嘅時候，有冇一種感覺，就係而家呢個世界瞬息萬變，所有事情都發展得好快，更新得好快，令你有一種唔知喺邊度嚟嘅壓迫感。我哋好驚自己追唔上，好驚自己會被淘汰。追唔上嘅事情有好多，例如我哋嘅人工永遠都追唔上物價。我哋嘅知識，我哋嘅技能永遠都追唔上 AI 嘅發展。我哋唔單止擔心自己工作被淘汰，我哋更加害怕喺經濟上會被淘汰。我哋正處於一場完美風暴嘅中心。喺宏觀層面，地緣政治不穩定，特別係美國同埋伊朗嘅衝突，正喺度影響緊全球嘅能源供應鏈格局。而喺微觀層面，喺我哋嘅 office 入面，人工智能即係 AI 嘅浪潮已經唔係科幻小說，而係實實在在咁坐緊喺你同埋我嘅隔籬，準備要接手我哋手頭上部分嘅工作，仲好可能喺不久嘅將來會取替我哋。一邊係遠方嘅戰火引發嘅實體通脹，不斷喺度蠶食緊我哋嘅購買力。另外一邊就係虛擬世界入面人工智能帶嚟嘅職場顛覆，直接威脅緊我哋嘅飯碗。呢種前狼後虎嘅雙重夾擊，正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困局。今日我會同大家剖析一下呢兩大危機嘅底層邏輯，更重要嘅係探討喺呢個大變局之下，我哋作為人同埋小企業應該點樣對應、點樣自保呢？首先，我哋嚟睇一睇呢個實體世界嘅危機。美國同埋伊朗嘅衝突點解會令到你同我嘅生活百上加斤呢？好多人以為中東打仗頂多就係油價上升，咁揸車嗰啲人入油嘅時候咪肉痛啲咯。但喺全球化嘅經濟體系入面，能源價格絕對唔係單一事件，佢係推動通脹嘅第一張骨牌。大家需要明白，伊朗握住中東嘅命脈，霍爾木茲海峽，全球大約20%嘅原油都要經呢一度運出去。當美伊局勢升溫，甚至爆發衝突，市場第一時間嘅反應就係供應鏈斷裂嘅恐慌，原油價格會喺短期內急升，保險費、運輸費全部水漲船高。呢張骨牌一冧，就會觸發一連串嘅連鎖反應。第一就係物流同埋運輸成本急升，無論係空運、海運定係陸路貨車，全部都要依賴化石燃料，運費一貴，所有進口貨物嘅成本就會直接被推高。第二就係工業生產成本大增，工廠開工生產需要電，而全球好多地方嘅發電依然高度依賴天然氣同埋煤，能源價格高企，企業嘅利潤就會嚴重被壓縮。第三就係連糧食進口都會被牽連，大家都可能忽略咗現代農業發展極度依賴化肥，而生產化肥嘅核心原料正正就係天然氣等能源副產品，能源貴，化肥就貴，農產量受壓，最終連帶到超級市場入面嘅麵包、肉類全部都加價。面對呢種輸入型通脹，市民同埋中小企首當其衝。對於企業嚟講，面對租金、人工、原材料嘅三高，好多公司為咗生存，別無他法，佢哋只可以將成本轉嫁俾消費者，或者從內部開源節流，即係凍薪甚至裁員。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加人工嘅幅度永遠都追唔上物價上升嘅速度。雖然我哋份糧冇少到，但係實際嘅購買力已經大大縮水，生活質素被迫降級。呢個就係我哋面對緊嘅第一重夾擊，生存成本不斷膨脹。如果話通脹係對我哋嘅財富嘅慢性消耗，咁 AI 嘅爆發就係對我哋職業生涯嘅急性衝擊。喺過去嗰幾十年，自動化主要係取代工廠入面嘅藍領工人，或者係重複性高嘅體力勞動工作。喺以前，大家覺得只要讀好書、坐寫字樓做白領就會非常穩陣。但係生成式 AI， 即係 Generative AI 嘅出現，徹底咁打破咗呢一個神話。今次革命性嘅技術直接衝擊嘅，正正就係我哋以為好安全嘅知識型工作。喺呢個 AI 浪潮之下，到底有啲咩職業係最高危、最容易被 AI 取代呢？我哋總結咗幾個重災區。第一就係初級數據處理同埋專業嘅文員，例如係初級會計啊、法律助理等等。以前需要一班人通宵達旦咁樣去對數、審閱過萬頁法律文件咁去揾漏洞，而家一個 AI 喺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精準完成，仲唔會有任何人為錯誤添。第二就係翻譯同埋基礎嘅內容創作。喺以前唔少嘅國際企業都需要唔同嘅人才去做唔同語言嘅翻譯，或者寫一啲罐頭式嘅宣傳稿。而家 AI 已經掌握咗極高水平嘅語義理解，好多基礎嘅文字搬運工已經失去咗競爭優勢。第三，初級程式編寫員 Junior Programmers， 係啊，你冇聽錯，連寫 code 嘅人都自身難保。AI 而家可以直接根據自然語言生成代碼，甚至幫你 debug。識寫簡單 logic 嘅已經唔足以立足，
因為 AI 寫得快過你，準過你，而且仲唔會放假添。第四就係行政助理同埋客戶服務，處理日常嘅 email、schedule、答覆一啲常見問題，呢啲高度流程化嘅工作，正喺度快速地被24小時無休嘅智能客服同埋自動化系統取代。各位，殘酷嘅現實就係企業面臨住頭先所講嘅通脹壓力、高昂嘅成本。當老闆發現原來可以每個月用幾百蚊嘅訂閱軟件去取代一個月薪幾萬蚊嘅員工嘅時候，而且效率仲高幾十倍，你覺得企業或者老闆會點揀呢？ AI 唔一定會完全淘汰人類，但係識得運用 AI 嘅人就一定會淘汰嗰啲唔識得用 AI 嘅人。呢個就係我哋要面對嘅第二重夾擊，專業價值迅速貶值。好啦，分析完危機，最重要嘅都係解決方案。喺通脹猛如虎同埋 AI 搶飯碗嘅雙重夾擊之下，我哋應該點樣重新定位？點樣去救自己呢？我有以下幾個建議。第一就係投資策略嘅思維轉換，要化守為攻。面對物價飛漲同貨幣購買力下降，將所有現金放喺銀行度收息，其實係一種隱性嘅虧損。我哋必須將資產配置到可以抵抗通脹，甚至能夠捕捉到時代紅利嘅工具之上。例如具備長遠增長潛力嘅指數基金，好似標普500咁樣，可以幫我哋嘅財富跟隨整體經濟體系增長。同時，既然 AI 係大趨勢，直接推動呢場科技嘅底層硬件，晶片龍頭企業亦都係極具爆發力嘅資產。當然喺動盪嘅宏觀經濟底下，配置部分有穩定現金流嘅優質收息股，例如一啲公共事業啊，或者高息嘅板塊，亦都係好好嘅防禦手段。理財就係對抗通脹嘅第一道防線。第二，我哋要接受技能半衰期，由專家轉變成指揮家。喺以前，我哋考個專業資格就可以食足一世，但係喺而家呢啲所謂嘅專業技能可能得返3-2年課仔㗎咋。面對 AI， 我哋唔好嘗試同佢鬥快、鬥記性，而係學識點樣駕馭佢。我哋要學識提升自己嘅提問力 （prompt engineering）。AI 係一個超級智囊，但係佢需要我哋人類去定義問題。未來最值錢嘅白領就係嗰啲具備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識得將複雜嘅商業問題拆解，然後指揮 AI 去執行嘅 AI 指揮家。第三，我哋要識得提供情緒價值，同埋作出複雜決策。AI 係冇人類嘅同理心，亦都承擔唔到道德同埋法律責任。喺高度自動化嘅未來，最唔會貶值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連結。一個醫生嘅診斷方案可以由 AI 提供，但係拍住病人個膊頭去安撫佢情緒嘅，只能夠係真人。同樣地，面對複雜、混亂甚至充滿博弈嘅商業談判， AI 可以提供數據分析，但係最終拍板、建立信任，甚至乎靠一餐飯去拉近關係嘅，始終依然都係人類嘅專利。增強你嘅溝通能力、領導力同跨領域嘅視野，呢啲就係 AI 點樣都偷唔走嘅資產。美國同埋伊朗嘅戰爭，我哋控制唔到；矽谷每日更新嘅 AI 模型，我哋亦都阻止唔到。世界硬生生咁樣將我哋推入咗呢個充滿不確定性嘅時代。但係歷史話俾我哋知，每一次巨大危機嘅背後，都隱藏住財富同埋階級重新洗牌嘅機會。被淘汰嘅從來都唔係嗰啲唔勤力嘅人，而係嗰啲抱殘守缺、拒絕進化嘅人。面對能源通脹，我哋學識聰明理財，配置資產；面對 AI 浪潮，我哋要跳出我哋嘅舒適圈，學識同 AI 共事，將 AI 變成我哋最強大嘅槓桿。既然風暴已經避無可避，我哋就唔好坐喺度等運到或者做受害者，而係要裝備好自己，做一個勇敢嘅衝浪者。今日就講到呢度啦，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 CLS 我條片啦，拜拜。